况且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旅客来拍代替的站务员。这个旅客伫咧嘉义大拿的车头内底违规来徛铁马，站务员甲看到，想袂到这个旅客竟然是出手共拍。站务员就去报案验伤，要来提出着告诉。这个代替产业工会秘书长讲，这站务员甲旅客起冲突是定定咧发生的代志，要安怎来保护着员工是代替的责任。这代替是真侪人生活日常，严格所有代替的站务人员性命安全因为身体受到威胁。日前有男性旅客在嘉义大林车站内骑乘脚踏车，结果站务员看到之后就上前劝导，但对方不止没听劝，还殴打站务员，当下随即报警处理。代志就发生在8月7日下晡4点多，代替大拿车站前站2楼的电梯边啊。当时警方来到现场，施暴的民众已经离开，事后验伤，而且提出伤害告诉。严格函告的是，这个站务人员已经是第3摆向工会申请协助，而且指控代替拢结点点，无甲斗3天。附近的居民我们以前站员就跟他劝导，劝导他虽然有心，可是还是很不高兴，以前就会骂我们居民。就出手打我们的站员的手，不晓得打几下，我们站员的手可能就有点红肿啊、淤青。代替有向员工说明，若是要甲旅客告，会依照规定全力协助，而且继续关怀。严格对这件代志，代替无回应。那代替产业工会秘书长表示，伊上任不到2天，就接超过10件类似事件，包括阻止旅客倒票、看到公价声音，这拢有可能甲旅客起冲突。代替产业工会呼吁每一个车站应该爱加车保全，嘛提供闭路器给站务人员。对负责最高层的来处理这件事情。服务业是直接对上周遭的客人或是乘客，我觉得危险的几率其实基本都会有。民众唔甘站务人员的安危，嘛希望这款职业场所的霸凌莫阁出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